这两个人打球还眉来眼去的。别捏了，该我上场了。传球，回去传球。来，什么意思呀你？什么意思呀？别火了，下去。啊，别打上了，打你怎么犯规了？打你怎么了？不行，回你地儿卖萌去。你大爷！你敢推他！滚！别管他，你看看英子吧。你给我等着啊！英子，英子，给我看看。英子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们家这样就没事啊？我靠，没事。谁把我们英子伤成这样？快让我看看。哎，没事儿，不至于老八。丽莎，你们打得好，替我们家英子报一箭之仇。谢谢美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美女呢？说你。你管，够了啊！不是，他又咋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吧？甭搭理他。上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让你上车！哎呀，自己来。妈，你拿个筷子给我。一双就行了啊。爸，我回来了，等等。儿子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摔了一跤。摔的，我看看。没事没事，就磕破点皮。大海呢？大海怎么没回来？他死了。啊？他死了？行了，你甭管了，你快忙你的吧。没事。哟，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？怎么没等我啊？我们英子说你死了。我死了？你说谁死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你不是不乐意搭理我吗？我可没不搭理你啊，是你自己非要这么想的。我在医务室拿药了，你买这些干什么？你在医务室是你和别人买的，这是我买的，能一样吗？那别扔啊！哎，一会儿咱俩一起洗澡吧，我帮你擦擦。你这身上有伤，不能沾水。我不就脸上磕坏一点吗？碍着洗澡什么事儿？这腿上面还有伤吗？腿就肿了一点啊，算不上什么伤。两个男的洗个澡，你害什么臊？懒得瞅你。哎，我还不放心你？哎，给我滚！哎，好好，不看了。
要不别消毒了，直接上点药得了。哎，别动，别怕，不疼。啊，你不是不疼吗？我说不疼你就信。还疼吗？以后啊，少让那个不男不女小子围着你转啊！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儿？就他长那样，还怪我说他？杨猛是我的发小，还杨猛呢，杨萌差不多，挺萌的。你有完没完？好了。你有病啊！大晚上不睡觉，在我身上发什么骚啊？哎，我在你这也住了10多天了，怎么没见你搞事啊？搞事不是让你看见。哎，你都什么时候搞啊？我可是24小时跟着你，没见你有什么动静啊。大晚上说这个有劲吗？这事儿啊，不都是晚上说吗？我靠！你他妈在闹，给我滚蛋啊！都是男的，摸一摸怎么了？你没听说过啊？让男的给你把把关，有助于提高性能力。胡扯！我怎么没听说过的？就算不用你把关，我能力也是一流的。哟呵，听你这话，经验挺丰富啊。哎，怎么着？打过炮了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你到底是不是处啊？你先问问你自己，你要是呀，我就是。哎，要么你给我讲讲你女朋友的第一次，我给你讲讲我和我女朋友第一次。我不想听你的第一次。这么刺激的事儿你都不想听啊？刺激什么呀？不就是两个大老爷们互相搞吗？你能说谁爷们儿呢？啊！哎呦，打疼了吧？睡觉。哎，别呀，你给我讲讲呗。哎，讲它干嘛呀？满足我的好奇心，我对你的床上表现啊，特别感兴趣。你这不是戳我的伤口吗？我和他都已经分手了。你不讲就说明你不行。那你别跟我讲你的第一次吧？啊？我的第一次啊，那叫一个销魂呐！销魂，说来听听。我第一次啊，我和金露露，哎呦，不敢想，一想我就受不了。哎呀，太刺激了！哎，你试过让别人帮你解决吗？特别爽啊！哎呀，我喜欢自己来。都是哥们儿，互相这样打手枪又怎么了？哎，我靠，滚一边去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撒去。这么冷的天儿，你要是把小姨子冻坏了，我跟你急啊！哎，你俩来了？嗯。怎么着是在这儿吃啊，还是带走啊？你这桌椅咋都换了？昨晚上来了一帮人，给把桌椅给砸了。砸了？啊！谁呀？城管吗？别问，不是城管。给，俺上学去，快点，快去上学去，快点，快走啊！给我来俩烧饼。啊，好。
怎么着？你这么小就想做生意啊？啊，不是我，我帮我一婶子找。婶子？哎，哪个婶子呀？您别问了啊，帮我找就成。成，大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啊。那成，那张叔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。慢点啊。哟，这狗不错呀，你养的啊？是啊，别人送的。啊，行，我先和你玩两天啊。哎，大少爷，这狗可玩不得呀，这狗可凶猛着呢，这要把你咬了，这怎么办？邹婶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啥事谢我？傻不傻呀你？那也是我婶儿。你怎么不回家呀？跟我爸吵架了，不想回去。那你就在我家住下去吧。我家虽然破了点儿，但大家呀都是真心实意待你的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我爸做饭也更细致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呢？你猜啊？我觉得你挺稀罕我的。白洛英啊，你说我怎么能这么喜欢你呢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都在啊！来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在学校新交的朋友，叫白洛音。哥们儿长得挺帅啊！哎，这个就是李硕。我叫周土。来，大爷。哎，大爷最近在学校真没赶上别的女的啊？没有。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大海对金露露，那股子冲劲儿，没人学得来。你知道金露露吧？知道，见过一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大海对金露露真没天了。你是没看见他俩在一起，你要是真看见了，肯定觉得那不是大海。我跟你说，别看他平时总是冷着脸，一见到金露露，笑出来的皱纹3天都下不去。每次和我们一块聊天，张口闭口都是金露露，听得我们耳朵都秃噜皮了。哎，平常要是有事求他，都是去先找那金露露，只要金露露一开口，大海没有不答应的。顾海啊，他不就这样吗？哎，聊什么呢？啊，没聊什么。哎，你尝尝这点味怎么样？有点呛啊。呛啊！我喝挺好的呀。大海不是从来不喝人家喝过的东西。顾海，他以前和你们一块打飞机吗？滚一边去！看到
大海最讨厌别人碰他。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看见的，就是我俩的尸体了。来，行，干一个。哎，你这么睡觉不勒得慌吗？该把你松松。离我远点！干嘛呢？不睡觉滚出去！我感觉你被窝里不暖和。我被窝暖不暖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帮你暖一暖啊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每天晚上都这样，你能不能好好睡啊？啊！我今天特别的困，我告诉你，你哇哒哒呀！哎呀，银子，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有什么不正常？我这人就这样，喜欢哥们亲近。哎，你看那李硕没？我俩每天黏得跟一个人似的，每次我摸他，他都服服帖帖的。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搞呢？你得了吧你啊！今儿李硕都跟我说了，他压根就没跟你搞过那事儿。哎，那是他不好意思承认。他这人啊，跟我一样，脸皮薄。哎，你没事儿问他这干什么？你不会是真想和我搞搞吧？去他那儿求个心里踏实啊？哎，今儿阿郎怎么叫唤那么厉害？我出去看看啊。亲一个。靠！混了这么久，还不如条狗呢。